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保佑伊的作为。大家来念俄罗圣诗，圣诗194，圣诗194，欢喜救主作，欢喜救主作。我来替会众来。既然上主的神引导我，请我去传好消息给散者宣布受掠的得到讨办，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与释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手。我要用信息甲因报醒，因做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
所有看见伊的人会称义，因是上祝福的主人。大家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显着我来读。后来王甲正平的人讲：来，恁遮个受我爸祝福个，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内，恁有来探我。第37节，迄时异人会应伊讲：主啊，什么时阮看到你枵，有互你食；喙焦，有互你啉？什么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内，阮有去探你？40节，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圣经以上，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请圣歌队赞美、曲目圣灵的轨迹。
这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主保守阮一切平安来到教会，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求主引带阮头前的路，互阮的性命更新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互阮学习谦卑的心，彼此包容，彼此相听，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凡事尊主做大。主啊，阮也要为着教会有病痛的兄弟祈祷，求主医治心灵软正的，求主扶持甲安慰。今仔日是文艺事工奉献主日，求主恩膏黄兰亭牧师何牧师今仔所传讲的信息，感动每一个人的心，互阮会当了解文艺事工的重要性，也通过文艺媒体、网络，甲所有手册提供真实的生命见证，互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引带更较侪人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真理。主啊，阮也要为着台湾这块土地祈祷，求主端正台湾选举的风气，提升候选人的民主素质，互候选人会当彼此尊重。喜爱公义，提出积极正面的政见，毋是互相攻击，造成人民冲突、社会不安。求主，互台湾社会真正的平安，互百姓会当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愿上帝赐福。阮也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主手中。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这时，请台湾教会广播社社长黄兰亭牧师正道题目“三听三扶持”。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阁有一遍的机会，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咱堂教会，向咱所有兄弟姊妹，甲恁说道谢，向恁来请安问好，来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今仔日我照防疫的规定，是会当将这个喙簪伫讲道时阵摕落来。无那这个行伫街仔路，可能你嘛袂认识我，所以会当看较清楚。但是讲到即个挂喙簪，我伫旧年就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到伫花莲迄个6013伫遐咧做事工的时阵，咱知做事工毋是讲24小时拢咧做事工，中有浪棚，浪棚时阵我就摕手机起来看，讲安尼 Google 一下，看迄附近有啥物较好食的面店无？我看是间袂歹。但是我袂使甲恁讲，安尼我有广告的嫌疑我来看迄个 Google 了的时阵，因为迄边我的牧师娘有做伙去，我甲伊讲，无咱来遮来到凤林迄个所在，伊讲毋通啦，安尼咁好，伊讲我来甲讲怕什么？咱口罩戴着无人捌咱啦，结果真欢喜，安尼开车到伫迄间面店，一个坐落来开始摕菜单要画的时阵，边仔迄桌的人甲我看者讲，饭牧师。去到遐，医院甲你认出来。好佳在迄个时阵，边仔是阮牧师娘，毋是别人。食了后的时阵，头家则甲我讲这头拄迄个已经帮你付钱付过了。我去甲阮牧师娘看一下，讲好佳在，咱一人敢若叫一个面，拢无叫伤济小菜。无这样传转去台北可能佫袂听者。当时迄是双连教会一个会友。总是我要用这个做一个例，是讲，伫这个疫情要过去了后，咱佫有一个新的生活。咱顶载无论是咱的信仰，还是咱的普通时的生活，咱拢顶载来思考。这个疫情到底上帝互咱什么款真大一个启示？咱是毋是有将这个危机变作是一个转机，会当伫传扬福音，或者是讲伫咱个人参上帝会当佫较好这个关系？来做一个改变的时阵，其实对咱拢是真大的一个挑战甲启示。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万军的上帝，献上阮的感谢。
主伫清早的时阵，愿要搁一遍透过着信仰先辈，因用伊的血，用伊的肝，诚做目接所写来的记载，帮助阮，互阮照即个话语安尼来行，互阮搁一遍用行动来表明，阮就是主耶稣基督学生。愿主来祝福，愿阮逐人起调伫圣神内面受到大大的感动。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今仔日我要用马太福音书第25章的部分来甲大家做分享。这个是这个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有一个真习惯的一个方式，就是讲伊真爱将几个故事甲伊连起来，然后到上落尾来讲这个故事的一个用意。所以当咱咧看马太福音书的时阵，其实嘛毋是干那马太福音书。咱常常毋通断章取义，需要整个的一个来龙去脉，一个脉络，甲伊看清楚的时阵，才通知讲伊这整个的意思到底是啥。所以咱今仔日所看这个马太福音书的一个25章，就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伊用这个真惯用的一个手法，伊内底所咧描写3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咱是毋是有伫咱的人生做好准备？第二个部分，当咱有做好准备的时阵，是毋是有良善伫上主所交代一切伫遐来尽忠，总是到目的，这拢是一个过程尔。伊的目的是啥？目的就是亲像咱今日所读这段圣经节，咱爱关心帮助伫基督内面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所以，咱首先来看马太福音书25章的第一个故事。这故事其实大家安尼真熟第一个故事，伊去讲着讲有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呢需要有伴嫁伴嫁人爱陪伴这个新娘到伫新郎所徛起的一个所在。所以在这个婚姻的过程中间因需要来准备这个油灯含油料。咱就会想一个问题，真奇怪呢，这犹太人是安那来暗时来结婚？你若日时结婚就毋免准备遐油灯，准备遐油料来莫名其妙，等到暗时才结婚。其实因是有因的用意的，就是犹太人因咧计算每一日的开始，因是日头落山了后，才算是一天的一个开始。这款的观念对倒位来呢？这款的观念其实咱来看创世纪第1章的所在开始写着啥？一开始天地还未造成进程是啥？一切拢是黑暗混沌，然后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讲话大有气力造成这个有光，所以人的社会，人这个世界嘛，同款是对黑暗中要进到光明。这个黑暗中进到光明，咱最近嘛当有迄款的感受。好像疫情要到尾声，这个傍空要看到迄个光明表示讲人就是爱充满着一个乐观。咱爱用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情来看待咱的人生，对于黑暗中要进到光明。所以呢，每一日一个计算，是这个日头落山是黑暗的时阵，还是一天的一个开始。这一天的开始，因就开始爱办理着真要紧的就是个婚礼。所以咱通看见着这个技术内面有5个牛讲的，有5个较有智慧较聪明的。上大的差别是啥？讲你有事先做准备无？咱在事先做准备，因为有真侪意外的状况会来发生的时阵，这诚做是马太福音书的作者对咱的一个提醒，讲咱事先来做好准备。伫这个做好准备的一个中间，咱就通看出讲这是伊一个交代的代志。咱若做好准备了后呢，是要来互主通使用。所以咱来看伊这个马太福音书第2个故事，就接着讲，这个主人也要出外。伊将伊的一个财富交代予3个管家，这3个管家有无共款的一个反应，其中有领受着5000个，有领受2000个，因真尽忠，将主所交代的这个财富呢，应该发挥出来。这个财富咱通讲是一个财政的一个概念，因将这个财政该发挥出来，所以当主人回来时阵真欢喜，嘛咧甲因讲恁好搁尽忠。所以要将更较大、更较要紧的代志，由原交代伫你的手中。总是其中嘛有另外一位就是讲这个领着1000个，这个领1000个呢，伊就将这个主人所交代予伊的，伊甲伊藏起来，
讲吼，当主人回来时阵，伊就安尼讲，主人你看，你交代互我的吼，我犹原共款啊，原来伫遮，这个吼，原来伫遮啊，完全拢是伫遮吼，拢一仙钱都无减去，但是主人真受气，啊，谁人会真受气？啊，伊感觉讲吼，你无尽职。谁人会讲伫遮无尽职？咱先来想一个问题，伫即个新约即个字眼咧讲即个1000、2000、5000，即个1000啊，伊的原文叫做 talent， 就讲一个 talent 吼，一个 talent 就是后来发展成做咱的一个英语叫做 talent， 所以即个 talent 甲即个 talent 是同一字，表示啥？讲即个财富就是一个财情啦。上主赏赐吼每一个人有即个 talent， 哦，有一个 talent， 互你有一个财情，啊，你毋通甲伊藏起来。捌有一遍啊，教会公报社办一个写作的一个宴会，伫迄个写作宴会中间，阮发予每一位学员吼一支新鲜的笔，讲吼伫这啊三工的中间吼，咱爱用这个新的笔吼，啊来写字哦吼。结果每一个学员摕到吼，拢真受气。吼，因为摕这新鲜的笔伫安尼画吼，安尼画都画袂出来。讲，恁个公报社散甲连互阮的笔吼，啊，拢写袂出来。其实阮是有用意的，迄个笔吼，看起来是新，但是呢，伤久无写，所以呢，伤久无写内底迄油墨吼，煞叫焦去啦。所以你安那捽安那捽吼，捽甲迄破纸拢破去吼，嘛画袂出来。啊，表示啥？表示讲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才情，你若毋甲用吼，啊表示啥？有一天你就无法度来使用。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最主要是咧甲咱讲啥？讲迄个talent，咱每一个人有领受这个talent，你都爱甲伊发挥出来。若是安尼，咱继续咱来想吼，这个talent到底是偌济啦？吼，讲一个1000，这个1000讲到底是新台币1000块吗？哦，还是美金1000块？其实咱来看圣经学者，伊咧计算。讲每一个talent就是这个1000到底偌济呢？那照因的一个计算是讲吼，当时啊一个一般吼，一个工作者，伊需要工作16年半的收入，安尼表示一个1000。若是安尼吼，而且咱甲计算看卖吼，这个后壁啊25250块，这是咱台湾最低吼劳基法、劳动基准法上低上基本的一个收入，每一个月你有25250块，吼啊明年阁要起价吼，即马工时对168块变成175块，啊咱安尼甲计算的时阵，一个人工作16年半，啊然后每一个月25250块，啊有12个月，无包括年终奖金咯吼，安尼将近要500万，所以一个 talent。一个1000是偌济，就是讲这个主人摕一个家己仔内底抵500万，哦，啊你毋通袂记甲刻咧高铁面顶哦吼，迄个500万交伫你手中的时阵，然后啊你怎甲伊藏起来？啊表示讲，这个叫做吼，将你的才情甲伊藏起来，安尼变做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书25章头前2个故事，你讲人的一个过程，人需要事先做准备。每一项代志啊，要完成进程，你一定要做准备。然后做准备了的时阵，是要尽忠伫这个工作顶面。但是如果咱的马太福音书25章，若敢若写这2个故事，安尼咱摕起来看的时阵，感觉怪怪，好像是欠什么？其实所欠的，就是咱所咧看的这个马太福音书25章的第3个故事。是安怎讲呢？因为讲，咱真认真伫遐，真努力充实家己，警醒准备，忠心为主所用，这个真好。因为这是马太福音书，伊咧交代每一个要成做门徒的人，你就是爱做准备。所以马太福音书被人称作讲是一个对门徒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真好的一个课程。但是呢，咱来想一个问题：敢讲每一个人拢是人生的胜利组？每一个人拢真有才情，敢讲咱无常常看见有真侪弱势兄弟姊妹，伊天生来时阵，伊就是有真侪一个特爱，伊无法度伫遐做准备，伊需要受到人的照顾。若是安尼要安怎？这个就诚做是咱所看马太福音书25章第3个故事，讲其实咱伫咱的人生咧做好这准备，是为着
伫基督内面要来关心帮助遐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其实伊是承接头前的两个故事，到伫上落尾要甲咱讲，咱着通安尼来行。个人的一个准备真要紧，但是更较要紧的是咱要参咱的遐兄弟姊妹三听三扶持。这嘛真做今仔日我感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主题。所以伫咱最近咱会当看见，咱这2年的中间，除了咱受到这个 COVID-19 疫情真大的一个对咱的一个生活带来不便以外，其实伫这今年中间，咱嘛看见到乌克兰参罗西亚一个战争，这更较引起到大家性命的一个威胁。是安怎讲？这个性命是受到真大威胁。好像讲，这个战争是千里外、万里远，总是呢，咱来看，咱的逐工生活的一个通货膨胀，咱嘛感受到讲，是安怎有遐尼多中国的飞机，逐工伫咱的面顶伫遐飞来飞去。其实这拢甲这个乌克兰参罗西亚一个战争，嘛有真大一个关联性。咱看见到伫最近，这个民主国家拢对乌克兰因有真大一个支持，包括伫咱看见。伫咱长老教会总会，咱嘛会当透过着咱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帮站，咱送迄款医疗用的一个床到伫乌克兰迄个所在。这就是上简单。伫咱的生活中，咱常常去看见着遐有需要的人，咱要安怎参与来三听三扶持？这真做是今仔日咱一个圣经真要紧的一个所在。今仔日我来到咱堂教会，要搁一遍，咱来想起着讲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伊一个创设者是巴克利牧师。巴克利牧师伊来台湾60年久，非常久，上久长的一位宣教师。伫这60年中间呢，伊真认真咧做这个圣经的翻译，做文字工作，而且呢，伊来创办着迄个时阵叫做大学台南神学院。这个巴克利牧师，伊通讲是一个非常聪明。我相信讲伊的智商绝对毋是干那有某咪市场咧讲的一个智商非常高157以外，智商悬无啥物了不起。上要紧是啥？伊愿意将上帝所赏赐予伊的，伊伫遐毋是干那咧成就家己，伊是咧成就别人。所以巴克利牧师，伊上互人感觉真了做了不起的，是伊16岁的时阵就来写这个献身文。这个献身文中间，伊真毋望讲伊的一生会当互主来使用。咱甲想看卖，一个伫英国，原本会当过真好生活的一个人，总是呢伊受到圣神的一个感动引带，伊来到台湾，透过着这个文字的事工，帮助咱每一个迄个时代以及到现代，咱会遮信徒，咱当透过着文字来更加认捌着真理，认捌着咱的上帝。但是巴克利牧师伊写这个献身文进前伊原来有征战呢，16岁的一个囡仔要写献身文，咱甲想看卖，16岁的囡仔即马伫台湾16岁可能咧做啥物代志，但是伊写献身文进前，伊嘛有咧讲着，伊伫伊的日记内面伊就写，伊写讲有一天，伊甲伊的爸爸去到伊这爸爸的一个朋友一个所徛起的所在伫遐来旅游佚佗，伊讲够好的啦。我伫遐足大间一个庄园豪宅，然后咧食美食，所以伊到伫暗时的时阵，伊就来写这个我的志愿，伊毋是写献身文，伊写我的志愿。这个我的志愿伊安怎写咧？伊讲我真毋望我将来当做一个真有钱的一个生理人，我会当趁真侪钱，会当买真侪土地，但是伊讲伫迄个时阵，雄有一个亮光，有一个念头嘛，咧甲伊讲，讲袂使呢。你敢通安尼做？你将来是要做一个我的传教者。你为着我到伫有需要的所在。巴克利牧师伊后来伊咧讲，伊讲为着到底是要做生理人，做真好的生理人，还是要做一个传教者？大家伫遐想到伫遐目屎都流落来咧哭。咱毋知讲伊到底有直通版无？但是伊讲真感谢主，伊到伫后来，伊选择受主所差派，来到佛摩萨这个所在，伊每一日为着这个代志向上帝来感谢。
第二，咱伫遮毋是咧讲，着爱做一个传教者，啊，着无去做好个生意人，毋是，是讲咱每一个人咧做准备了的时阵，到伫上落尾，是不管咱有啥物款的才情，即个发挥出来，是要参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三听三夫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咱所交代真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所以，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弱势者的兄弟。伊三听三夫妻，就变做是咱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所以，接咱嘛爱讲到一个人，啊，是加里门牧师。加里牧师伊伫即个宗教改革了后，啊，伊来讲有一个真特别、真要紧的一个特色。啊，咱讲起到加里牧师，谁那特别提起到伊，是因为现代所有全世界一个改革中，也是长老中。拢掠伊做一个讲上要紧的一个创始者啦吼，一个精神的一个领袖。这加里牧师伊咧讲到一个观念，伊讲咱爱将一个对人的一个好款待，这个英语叫做 hospitality。咱爱将这个 hospitality 吼，对个人的行为改变做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行为啦。这个对个人的行为变做集体行为，就是讲咱爱改制度化。然后咱来做福利基金，毋是干那个人的一个慈善行动尔，是爱咱做伙，咱这奉主的名所组织这人，咱来做伙，爱对人爱 hospitality。所以咱通看起这个 hospitality， 伊对这个对人的一个好款待，啊，到伫后来，咱来看有一个字叫做 hospital， 病院，就是对讲人对人的一个身躯的一个帮衬，爱设立病院，啊，然后咧。到底人吼上尾声的时阵吼，爱互伊 hospice， 爱对吼一个安宁的一个关怀，就是对伊的一个心灵上爱互伊支持，互伊上好一个帮衬。所以咱通看见啊，这就是咱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特色。讲咱来做伙，咱做伙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事工啊，咱对人一个好款待，这就是一款啊一个三听三夫妻的一个用意。但今仔日咱倒转来看咱今仔这段圣经节内面对咱的一个提醒，咱特别看见到这段圣经节内面，伊咧讲到讲爱对遐个有需要的人对因好款待啊，无法度来食饱的人，咱互伊食；喙干的人，咱互伊啉；出外就通互伊住啊。伊若脱腹体的时阵，就通互伊穿；破病来甲伊看顾，伫家里爱来找伊。啊，这咱来甲看，甲伊空起来时阵，叫做吼，爱对人的一个食衣住行娱乐，拢爱对伊有真大的一个帮衬。特别咱看见到这内面有两个讲，当伊破病的时阵，也是伊关家的时阵，这对咱的台湾社会特别有一个感受。犹太人通讲是一个非常古魔的民族，表示啥？因有款洁癖啦，所以是安怎讲吼？啊，因伫遮特别写起来讲着破病的时阵，你爱去来看，表示啥？破病爱被人隔离啦。亲像咱即摆嘛共款，讲你破病啊，你若伫 COVID-19， 你来隔离。因着迄款的观念，迄款的观念是讲，人若破病的时阵掠做无清气，伊是袂当到伫圣殿内面敬拜上帝。啊，伊嘛袂使伫会堂甲人做伙伫遐来生活。但是遮有一个精神。讲这个精神是啥？讲唔通气杀遮的人，唔通气杀遐个互人掠做无清气的人。你永远爱对伊关心，你爱对伊去甲伊看，迄个看表示啥？表示讲虽然咱有一个社交距离，但是咱心灵要完全没有距离啦。所以当咱看见到台湾要面对着这个疫情的时阵，咱嘛对足侪人伫遐开始会产生一款排斥。总是咱安尼2年久过去啊，咱来搁一遍倒来反省，讲即个对咱的大一个提醒。所以咱嘛看见伫遮内面咧写讲，迄个被关家的人啊，被关家的人是安那？你永远爱去来看，迄真做是被福音书作者特别甲伊写出来，因为这被关家的人，因心灵上是双向的因是特别需要人对因的一款的一个关怀。咱若看最近新闻有咧讲有一个影片叫做《流麻沟15号》要来上映。这个流麻沟15号其实伊是一个主旨，这个主旨就是当初
才被人关伫绿岛遐个女性的一个政治受难者，因共同的组织就是叫做流麻沟15号。所以咱想起就讲，伫过去台湾伫即款戒严时期，如果你若去看你的朋友被关押，特别你来去看政治犯，即摆用一句台湾的现代词语叫做警察隔天就来甲你查水表，表示啥？你要为着你的朋友愿意牺牲家己的一个权益，这真做是这段圣经战真要紧的一个所在。要甲人三听三夫妻，就是讲愿意牺牲、愿意丧失家己的一个权益，有愿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精神。今仔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我特别嘛要透过着这段圣经战来讲起着阮伫这个文字事工顶面安怎参兄弟姊妹做伙来三听三夫妻，嘛用下面这几个部分，互咱更加了解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咧做这个事工。我请大家看这是一张批，这张批是对家乐所写出来。这个对家乐写出来的批伊是对阮一个真大的一个鼓舞，是安怎呢？因为伫这个疫情中间这个对家乐所写来这个批，这个兄弟伊嘛感受着讲恁伫这段时间一定是安尼，经济上有真大的一个负担。我无法度寄什么寄钱，寄什么互恁，总是呢，我寄一寡邮票，我寄邮票互恁，望恁会当透过这个邮票，会当将这个刊物佮寄互佮较侪人来看。事实讲，阮伫这2、3年内面，一直将圣经以及有一本叫做《圣经充满我》这个填充题，寄到家乐，免费互这个家乐的伫遐愿意伊的人生得到改变的人伫遐甲因做分享，伊嘛得到真大一个回响。所以文字的三听三夫妻，我第一个部分要讲咱会当关心遐欠缺人的一个需要。所以这是伫目前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咧做，嘛请大家继续咱做伙来关心亲像圣经内面所咧写，遐国家咱无法度行到遐去甲伊看，总是呢，咱会当互圣经去甲伊看，咱会当互伊伫遐来家己来填写着圣经的话语，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一个帮助。这是伫家乐内面有足侪人因接触，咱每一个礼拜所咧看这个《经心周刊》，因来真做一个新做的一个人。感谢主，这是一个文字事工上好一个见证。是的第二个部分，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是讲，其实呢，文字的事工是要透过着对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甲伊记录落来，会当互人彼此三听三夫妻。咱透过着这记录，每一个人一个生命一个见证，咱更加了解着要安怎对人会当付出帮助。咱来看这个图咱看这个穿蓝色蓝色 T 恤这位兄弟，伊叫做黄树峰。你看伊的表情安尼真无协调，伊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兄弟。但是呢，这位黄树峰兄弟呢，伊伫台南邮局伫遐门口咧卖彩券，不过伊有一篇投稿《经心周刊》，伊写一个见证，伊见证的题目叫啥？叫做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伊伫个文章内面安尼写，伊写讲虽然我咧卖彩券，但是我拢甲我的朋友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迄个互我会当维持生活卖彩券的工作，煞变做是副业。伫邮局走人条仔的边我伫遐摆一个真简单的桌仔椅桌仔面顶是放圣经、经心周刊，甲做这个福音的一个单张。迄个当互我食饱的彩券，煞放甲真无明显。朋友来甲我看的时阵，拢毋敢相信，拢咧甲我讲你根本都无咧卖彩券，因为我的主业是咧传福音。那要说咱来想看觅呢？一个被人认为讲是社会中低赞的低赞，弱势中的弱势，总是伊用伊的生命见证伫这个文字中写落来，伊咧甲咱讲啥？伊讲我的主业是咧传福音。若是安尼，
嘛请教咱大家，嘛咧问我家己，咱的主业是啥？伊咧甲咱讲，我的主业是传福音。所以文字的事工，帮助咱来记录每一人生命见证的时阵，更加互咱知影，咱这有能力的人，要安怎用慈悲感谢的心来回应上帝对咱的一个恩典。第三部分，透过着今仔日这段圣经节，嘛透过着阮所咧做，我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讲文字的事工是要帮助咱学习做该做的代志。什么叫做学习做该做代志？就是讲咱唔通去做迄个唔对的代志，但是呢，咱嘛往往袂记咧做对的代志，所以咱来学习做对的代志，咱来做该做的代志。这个做该做的代志，就是要透过着文字。伫咱的教会内面，咱常常咧讲要用听心讲诚实话。这个听心讲诚实话，就爱被人记载落来。互咱看见着规矩，互咱看见着正确，然后呢，照这个正确来行，安尼就是叫做学习做该做的代志。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过去阮拢是干那做文字，总是呢，文字嘛爱对着这个时间的一个改变，爱甲伊刻咧无共款的一个所在。伊无简单，佫是一个文章，无简单刻伫报纸顶面。伊会当开始到伫网络顶面，然后呢，嘛会当变真侪遐产品，帮助咱更加来认捌咱的一个信仰。这是今年阮伫最近有办一个圣诞歌圣诞歌的一个发表会。因为伫这几年中间，每一年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咧发行的这个圣诞的一个歌阮拢是将10%的一个收入。来甲2个有需要关心的一个社福团体做伙来分享所以今年是要来关心这个公山丈夫身心障碍的一个关心的一个机构从屏东的一个丈夫机构来关心这2个一个机关这2个机关呢，拢是伫咱总会所属下来关心遐身心障碍的一个兄弟姊妹。希望透过这个虽然阮每一年会当捐的讲实在真少透过这差不多有8万的一个收入所以会当捐互2个团体，总差不多是10万块左右。大家可能会问，讲恁广播社的拢咧共募款佫会当捐互人？事实上讲这就是阮感受到，讲当别人伫遐咧对阮帮助的时阵，阮嘛有这个义务，爱将家己的收入。我会当甲遐兄弟姊妹因有需要，甲因三甲来分享，安尼才是一款彼此相疼相扶持。希望咱做伙透过这个圣诞歌嘛会当更加来关心广播社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事工。伫最后，我也想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讲伫这2年的中间，咱的确受到疫情的影响啦我会记顶一遍来到咱桃园教会的时阵，咱的人数。的确也是比即马更较侪一丝这有真大的原因，因为可能大家习惯拢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拢得塞互疫情就好我唔知影即马无疫情的时阵，咱唔知要去用什么做借口咱好山前拢讲到疫情拢是疫情的关系事实上讲咱来做一个真大一个改变咱来真大一个挑战总是伫这2年久的中间嘛的确真正是这个。疫情阮就来有发展这个线上奉献一个方式嘛。今仔日请咱有缘伫这个网络顶面咧，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咱会当用这个线上奉献的方式如果咱现场咱若有手机你嘛会当甲扫这个 QR code， 你若扫会入去就莫阁退出来就继续甲奉献入去对阮嘛来讲嘛真大一个帮助。因为最后我要讲一个，在伫旧年对阮来讲是真大一个试炼。伫旧年5月到7月迄是教会广播社上主要一个奉献主日的一个月份啦。不过拄着上严重的时阵，所以到伫8月初，原本阮无法度发薪水发袂出来，想讲无咱来甲政府申请纾困方案，政府的效率真紧，阮就对这个经济部申请，伊就照这个人数发240万互阮。
真欢喜，讲解决问题。啊，伫8月初的时阵，将这笔钱来发出去，发互员工大家做薪水社咧吼。政府真正效率真紧，发真紧吼，甲你收嘛收真紧。安怎讲咧？薪水发了的时阵，全个写一张批来甲你讲歹势，阮搞错了，恁公报社是财团法人，所以袂使申请这个纾困方案。要安怎？嘛是爱乖乖行人啊。所以这时阵董事会原本是要将台湾教育公报社伫台中有一个门市，迄是家己的一个主题去抵押来贷款。哪想毋对，讲无经济部袂使申请，无咱试看别部会使袂？感谢主，就向这个文化部来申请。结果文化部钱较无亲像经济部较济啦效率嘛真紧，总是钱拨来，到即阵还袂甲我讨回去，来解决一寡问题。旧年到年底的时阵，我著请教阮的同工讲，咱今年的文字事工奉献安怎？阮同工真正拢真乐观伊就甲我讲，社长嘛是袂歹啊，只是头前减一个1，后壁减一个0尔。什么叫做头前减一个1，后壁减一个0？因为我摕互你看，当时就是头前减一个1就是原本13000转剩3000。后壁减一个0原本6万，减一个0则剩6000。就安尼，嘛是笑笑，总是真感谢主。伫迄款的艰苦中间，咱更加会体会到凡事的一个交托。嘛感谢，感谢咱桃园教会，恁对阮长期的一个支持甲关心，互阮会当安尼游园安尼安然度过。总是今年无纾困方案，拜托大家继续对这个文字事工对阮支持，互阮会当更加透过这文字，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三听三扶持。伫咱祈祷了后，我嘛有一段短短影片，要请大家来欣赏。搁一遍向咱桃园教会说道谢，感谢主，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谈的主万权的上帝，献上我的感谢。你的赏赐丰盛教育阮用，你爱阮伫这中间学习喜乐知足。主，恳求你继续。亲像过去一样，引带带领桃园教会，桃园教会是金的灯台，是光是盐，伫这个所在，引带领更较侪人做伙来享受主的恩典。主也恳求你帮赞，互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做一切文字事工，诚做是正教会正兄弟姊妹。传扬福音，改造家己心灵上好的一个帮赞。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继续咱中间，台湾教会公报社做真多的调整，真大的一个改变。亲像伫圣经充满我，咱会当用家己的笔来体会上帝的疼，上帝话，甲咱常常三角地地。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啊，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啦，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较会当体会。看到这个这个是。我相信兄弟姊妹逐礼拜伫教会拢会当摕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个刊物看起来真简单，事实上是公报社正当中用真济精神来规划甲编辑。阮会遮拍拼，是因为阮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工具，而且文字有上温柔的气力。是，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
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要安尼。伫这1、2年久的中间，咱共同经历着 COVID-19 对咱性命威胁，对咱生活的不便。咱嘛做伙感受着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带来迄款的一个战争的残酷。总是咱相信上主的话，上帝听，要引带带领咱行过这一切的艰苦，这一切的困难。真感谢主，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公报社对阮的支持、关心，对阮的带导。台湾教会公报社会继续坚持，透过着文字帮助咱会当伫生活中，就来认捌着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话语。请咱继续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为着阮来关心支持，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赐福咱大家。
奉献的诗。真济。报告以前，请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美善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请。要甲恁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细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美善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献归周报第一页，下周的服务人员请预备心。周间聚会主日学教育部课程地点，请家己来看。小组聚会表嘛，请咱家己来看。主日奉献明细，若有订单，请咱到办公室更正。献归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为总会所定文艺事工奉献主日，欢迎黄兰亭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前来本会请安、报告加证道。第二点，妇女团契练歌，请妇女团契的成员伫礼拜结束了后，伫6楼副堂集合。下主日为主日学主日。第二点，国部甲团契预算协调会，伫礼拜结束后，伫701召开，请部员、部长团契首长同工出席参会。第三点，教育部会议伫下晡1点702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小会消息。小会公告，2023年度当选新任长职名单竞争省略：长老张碧君、陈建州、执事陈碧妍、陈美智、刘泰山、黄玉石、赵美珠、尹丽芳。小会公告2023年度国部首长名单竞争省略。传道部部长陈为民，副部长黄传军，教育部部长陈建州，副部长张碧君，关怀部部长简成，副部长黄传军，财务部长林章洲，副部长陈建州，行政部长余志平，副部长简成。教会消息：新旧任长职团契首长同工训练会，伫11月7日定期长职会后举行，请长职同工出席参会。第二点，上年中央感恩甲联合野外礼拜报名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吼。伫这个要出发的伫10月20吼7点40
要伫即个8点要出发，10月30联合野外礼拜。具体消息，本会林志英姊妹、陈正宗先生夫妇长女、陈雅文姐妹甲孙伟业先生的结婚礼拜，要伫10月29拜六下晡3点，伫本会礼拜堂举行，邀请兄弟来观礼甲祝福。告解消息，北大女宣道会100周年感恩礼拜灵修会，日期、地点要报名的，请向殷立峰会长来报名。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我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我想咱先感谢伫早起时教会广播社的社长彭牧师伫咱中间的分享甲正道。阮两个伫新南医是同学，后来到台转的时阵，各是同工。伊伫台中，我伫台南。然后后来我来到教会牧会，然后伊继续伫机构内底，特别伫广播社的这个时间已经拍拼，应该到今年有10几冬久啊，13冬啊，13冬久吼。对总编辑到社长，伫这个世代的文字时间，阮时常咧讲，伊是敢若无啥讲话，总是文字会当留落来，真做真要紧的时间。另外，伫这个世代所做的文字时间，甲传播哪有关系？所以，伊即时嘛是咧重新咧整顿这个总会大众传播会的这个董事长。所以，透过过去咧做新安宫的电视台的董事长，所以透过这个整合，毋茫会当伫即世代来做无共款传福音的路用，所以咱真多谢伊的拍拼，相时愿上帝也祝福伫伊的工课内底，咱拍鼓啊，搁一遍拍鼓啊来欢迎，多谢。今仔日咱有一位人客，胡秀凤姊妹，伫咱中间伫头前吼。这个是于南生甲瑞金姐的好朋友啦，吼，好朋友。因两位是我伫中立教会的会友，我甲因伫遐有熟悉，我相信上帝嘛祝福人在，互这秀凤姐伫咱中间，愿上帝祝福人在伫你的生命中。这个我伫遮来补充报告2项代志。头一项就是咱伫10月30有要举行野外礼拜，不过今年的野外礼拜较无啥共款，所以我嘛有想着讲会伫当场有可能有的人不便出外去参与小组还是团契的旅游，所以我有准备2段的录影，就是有台语场甲华语场，大概差不多半点钟，前后半点钟尔。我会准备2场的录影，所以对10月30迄天的礼拜，咱若愿意前来，嘛会当伫线顶来做伙参与，拢会使。总是会当伫咱的教会，除了这外出的这小组团契以外，嘛欢迎大家9点半的时阵会当来到咱的教会来参与这个伫线顶。真歹势，我会用这个线上的播放的方式，互大家来参与礼拜。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互咱不管伫倒落，拢有上帝话以及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第2项要吩咐，嘛要交代咱大家，毋茫咱后礼拜是教育这个为主日学来奉献的主日，所以请咱备办心，为着这项代志来备办，愿上帝祝福，伫咱教会内底，这
主日学的时间、教育的时间内底，通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祝福甲乐乐。上营圣诗400首，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员请黄兰田牧师祝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我通好胆安尼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主的怜悯疼叹，就借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甲一地，要到伫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电乐默祷。平安礼，请彼此请安。